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先多謝大家喺琴日嘅片段嘅分享留言啦。咁我都估唔到，即係嗰個講到公共財政嘅問題咧，似乎都引起咗大家關注。我見到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啦，應該係呢個頻道推出一個月以嚟，即係最多人睇嘅個片段啦。亦都多謝大家嘅分享留言。咁我見有朋友留言話：我係咪諗多咗呢？李家超只係講3至5年就可以恢復財政盈餘，咁呢個可以解決個問題，咁係咪諗得太多啊？係咪咁樣就話督陳茂波背脊呢？我覺得即係呢個大家睇法唔同啦。咁但係我認為即係李家超咁樣向習近平講陳茂波嗰個成績，其實點都係有啲暗算㗎啦。因為其實大家知歷嚟特區政府咁多屆嘅特首咧，其實唔少都係由財政司司長升上去，包括大家知道啦，就係董建華腳痛之後，由曾蔭權上任。曾蔭權之前長時間都係做財政司啦。咁跟住到唐英年，亦都做過財政司，之後同梁振英係爭特首。跟住下一個係曾俊華，亦都有出嚟參選同林鄭月娥競爭咁。咁所以財政司呢個位呢，其實都幾微妙嘅，喺特區政府成個架構入邊。大家見到係屢次都會同現任嘅特首啊，或者嚟緊嘅特首咧，係會參與一個即係跑馬仔嘅遊戲。咁但係呢個就大家睇法唔同啦，咁就可以即係大家繼續有討論，可以分享留言。咁今日先都係想講公共財政嘅問題。咁先講咗公務員嘅一個部分先。減薪，我見呢2個禮拜咧，其實嗰個討論都好熱烈㗎啦。咁有啲話應該高官率先減薪啦，亦都有啲人話如果公務員可以減薪減到1成呢，其實都慳到百幾億嘅咁。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呢，其實係隱藏喺而家即係特區政府嗰個財政預算，講緊係一個公務員長遠退休金嗰個安排。呢個其實係喺而家嗰個政府帳目入邊呢，係比較難翻查嘅。我自己其實用咗好長時間去揾呢個數字。過去曾經嘅幾年前，立法會曾經有文件討論過嘅，咁但係之後又唔見有再傳媒提及啦咁。最後點呢？我係喺財政預算案嘅附錄入邊一個最尾嘅一個數啦，一個或有負債入邊呢，係揾到呢個長遠公務員承擔債務嘅一個部分。咁佢分咗2條數嘅，一個就係成個公務員退休金嘅一個總額啦。講緊去到2023年度咧，其實已經係去到10,153億㗎啦。咁呢個係講緊成個公務員政府要承擔嘅總額。如果比起2016年嘅時候咧，2011年嘅時候咧，嗰陣時係講緊5300幾億，其實增加咗90%。咁但係呢個就比較總數去睇嘅。其實政府仲有一個數字嘅，講緊就係公務員嗰個10年要為退休金承擔嘅金額。講緊最新嘅數字，2023年咧係5590億，呢個比2016年係已經多咗1000億㗎啦。呢5590億咧，其實就係未來10年要為公務員承擔預計嘅一個長俸嘅金額。大家留意啦，5590億咧，其實已經係直逼而家財政盈餘、財政儲備剩翻嘅5700億啦。如果全數係用嚟要支付退休金嘅金額嘅話咧，其實成個財政儲備咧已經係完全投資一空㗎啦，已經係冇晒錢剩㗎啦。咁當然即係個數字就係分10年攤還嘅。咁但係大家知而家人口結構老化咁所以呢個問題咧係亦都多公務員退休。咁所以其實財政儲備係咪足以應付到呢個長俸嘅退休金咧，係好值得懷疑。相關嘅數字同文章咧，我今日就寫咗喺自由亞洲嘅一篇每個禮拜嘅一篇文章啦。咁我稍後出咗之後咧，我都會將嗰個連結咧放喺下低嘅。咁今日除咗頭先講公務員嗰個問題咧，其實都想講係另一個特區政府比較重要嘅收入來源，講緊係利得稅。利得稅其實如果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實佔成個政府嘅總收入咧係相當之重，係政府5大收入來源，即係利得稅啦、薪俸稅啦、賣地收入啦，以至係印花稅啦，同埋其他收入入邊咧，利得稅嘅佔嘅比重咧係最高。講緊啱啱23到24年度咧，其實講緊利得稅收翻嚟嘅錢咧係講緊1700億。呢個係成個特區政府
總體收入入邊呢，已經係佔咗1/3。咁而其他嘅稅項呢，都唔及得呢個利得稅收得咁多。咁但係大家留意上個禮拜陳茂波上立法會交代呢個財政預算經濟發展嘅時候呢，除咗爆咗自己話嗰個財政赤字可能比原本預期嘅481億多啦，會達到1000億嗰個水平啦。佢更加提到咧，利得稅嗰個情況咧係不似預期，出現咗一個減少嘅情況。咁呢個其實都幾令人震驚嘅，因為其實講緊利得稅除咗你講緊喺2020到21年度曾經出現一個回落，2021嘅年度，因為我相信係包括社會運動之後啦，加埋疫情啦，咁所以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倒退。咁但係之後幾年呢，其實個利得稅咧都冇減少嘅，反而係節節上升。講緊21到22年度有1673億，去到23、24已經去到1700億嘅水平。所以你見到利得稅其實係呢幾年咧，過去幾年咧，冇話因為疫情或者係經濟轉差而受到影響，反而係即係仍然有增長。咁而政府原本估計咧喺24到25年度咧，利得稅嘅收入咧係會升到突破咗1800億，係會創歷史新高。咁但係而家陳茂波同公眾交代咧，就係講緊利得稅嗰個收入咧會比預期差。咁呢個佢賴就係嗰個經濟環境轉差啦。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點解你講嗰啲嘢成日都前後矛盾嘅啦？你政府嗰邊不斷説好香港故事，話香港經濟好轉。啱啱陳茂波喺星期日嘅網誌都話市民應該感受到啦，好多市面上大家恢復緊個生氣，好多新嘅店鋪外資嚟到香港開張。咁但係如果由利得稅嗰個數字嚟睇，你自己講呢係個利得稅係開始出現下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號。我相信2024年呢個係全面反映緊喺經濟嘅層面，因為利得稅唔單單係講緊零售，係講緊一啲大企業我哋好多嘅大藍籌都要交好高嘅利得稅。如果呢個時候出現利得稅下跌啦，我相信係反映緊個經濟係幾全面轉弱。我哋見到個零售數字已經係連跌咗7個月，咁而其他經濟嘅層面，包括樓市，大家都見到啦，即係樓價指數由高位跌咗2成8。其實呢個好影響成個市面嗰個經濟氣氛，包括係投資啦，以至係大家知道而家甲級寫字樓個空置率去到1成6。其實呢啲都係完全係影響緊香港整體嘅經濟表現，進而係影響埋成個政府嘅稅務收入。咁呢度值得留意係可以講下，啱啱香港總商會咧係上個禮拜咧出咗一個商業前景嘅問卷調查，係對佢旗下嘅會員咧係睇緊2025年嘅經濟前景，佢哋點睇？咁出嚟嘅數字，我自己都覺得幾令人震驚嘅，因為講緊對前景睇淡嘅比重咧，由23年嘅4成咧，去到2024年，即係預測25年來年啦，係睇淡嘅係有4.4%，係創咗咁多年嘅新高。比起2020嗰陣時啱啱疫情開始嗰陣時都係4成，而家你睇淡經濟前景嘅企業比重呢係去到4.4%，而睇好嘅有幾多呢？正面嘅得1.8%，舊年講緊係2.8%。咁你見到其實嗰個企業本身對前景嗰個憂慮呢，應該都係幾慘淡。而家個數字咧係創咗2020年新冠疫情以嚟嘅新高，甚至比當時係更加高。悲觀嘅情緒真係創咗5年嚟最悲觀嘅情況。咁呢個其實都見到係喺香港總商會其實都係建制嘅一部分啦，而且香港總商會大家知啦，好多成員呢，其實都係嚟自香港最大嘅企業、最大嘅藍籌，譬如長實、新地，甚至一啲外資太古、國泰，佢哋都係總商匯豐，佢哋都係總商會嘅成員。咁而家出嚟總商會嗰個意見係講緊對2025年嗰個經濟前景呢係非常悲觀，而且係希望會計劃喺香港增加來年嘅投資呢，其實嗰個數目呢亦都減少咗一半。咁你見到其實喺大企業嗰個層面呢，其實係對前景呢都係相當審慎。呢個所以同陳茂波講利得稅下跌呢，
其實係首尾呼應，亦都係講緊即係經濟環境咧開始轉壞。當然大家打工仔最關心當然係失業率個問題，而家仍然都係大概3%、3.1%，仍然都係即係所謂全民就業比較偏低。咁但係正如我之前講過，香港總勞動人口比起高位嘅時候跌咗18萬，其實呢個先至係影響緊嗰個失業率啦，我暫時未浮現呢個問題。咁但係企業對經濟前景悲觀咧，呢個毫無疑問咧，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警號，亦都變相反映咗喺頭先講嘅利得稅身上。咁當然悲觀嘅因素可以好多嘅，咁我唔喺度一一重複啦。可能之後有機會咧，再逐一同大家分析2025年嗰個經濟環境係咪仍然好似李超人、李嘉誠咁講，仍然係山雨欲來嗰個境況呢？係未有改變呢？咁我哋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先講到呢度。咁多謝大家嘅留言啦，希望大家繼續係點讚分享啦。如果係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等更加多人睇到我呢個內容嘅分享。咁我哋星期二再會，拜拜。